在下来我哋想從我教本小企業，小企業同我哋向下來分享嗰種同天時風嘅預測有關，係咪？冇問題啊，局長。因為你下屆現代科技已經係動靜普咧，唔過還冇辦法預測你天氣嘅變化，預測到動靜準咯。唔過你大家要好期望，你3500年前宋退日，竟然用辦利用你甲顧問嘅方式來預測天氣咯。下回你跳過你強調，向下來看兩條新聞報道。去年800歲在破紀錄嘅草台質量，本東東日學到，今年係暖冬，累計強烈冷氣團實係200比200還難冷。現代人有精密嘅科學儀器，唔過實冇辦法正確了解變化到底係樣板，留平面災難。你哋下3500年前嘅人送屍體，面對紀錄唔低嘅自然界，又係用樣板嘅方式嚟預測天氣嘅變化呢？其實他們觀測到天氣的現象，其實是非常的細緻，也非常的多元。比方說大彩，就是他們指一天裡面某一個時段叫做大彩，我們現在推測大概相當於我們早上9點鐘左右吧，那麼它的天氣預測就說到某一天的早上9點鐘左右，會烏雲密佈，然後接下去呢就會打雷、颳風，還夾帶着下雨。這麼細緻的一個天氣的描述，我想即使在我們現在的天氣預報都不會講到這麼詳細。一批河南運用出土嘅甲骨文片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嘅寶貝，總共有25000片安多，其中沒有當到係記錄天氣嘅部次。基礎嘅老呢地道才介用是老主公對氣象嘅問題，已經到嚟難熱難濕，會落水霧，又會落氣態安樣嘅長途。而且過後甚至也會有兩次來了解準也係唔準。占卜明天會下雨，那明天果然下雨了，他就會在那個卜辭裡面寫到雲雨啊，這雲就允許了雲，確實是下雨了，這個是驗詞。那麼從這驗詞，當然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的這個預測是準確的。那回頭去看看3400年前的甲骨文時代，他們對天氣能有這麼細緻的掌握，我覺得先民的智慧是應該獲得相當大的尊敬。係講天公幫唔落水，古人還會用人來祭天，從歷代甲骨紅界歷則時，就表示呢老人得到佛度來獻祭。後代兩種求醫嘅方式，歷下已經冇咧。專門研究甲骨文嘅李仲坤博士講，係講現代先進科技都冇辦法了解所有嘅變化。3500年前，宋退日兩份補出天氣變化來調整生活嘅智慧，當然本呢動慶福。下個新聞潘景祿、汪小琪特別報道。